复理事智慧真言，真言第一篇，修行真谛。修行就是要深根这个心，安住这个心。如果这个心没办法深化，那修行就是缘木求鱼，没实际。我们修到最后也是徒劳无功。我们先检验自己，这颗心有没有力量？遇到事能安住吗？能降服吗？起心动念大吗？正能量大吗？或负能量大？所以《金刚经》2分，须菩提问佛陀：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以上跟各位大德同修共勉之。序文：复理事智慧真言，真言第2篇，修行深耕。真正的修行是表象安然，实相。这是我们修行人要的境界。如六祖所说的，说通即心通，如日处虚空，这叫心口如一。相对的，如果表象淡定，而内心算计，这不叫修行人。行有分为3种，第一就是信仰，第2是修人抬着教，一路跟随，信仰妈祖，学习妈祖造福乡里的精神，代天巡狩，最高只能证天神位，因他是修福。什么是修养呢？修养是个人的修养，不再度化有情的众生，自己内化心境，心意境提升，他所证的最高是阿罗汉位，因他是修慧。什么叫修行人呢？修行是内心意境提升，外度化有情众生，他是福慧双修，他所修是无为法，所行就是悲，所修就是智。修行叫悲智双运，最高菩萨位甚达到无上佛位。所以佛陀在《金刚经》第7分最后一段才说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解义：为何在金刚经会出现贤圣呢？因佛教他们有讲到52菩萨位，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。
妙觉等共52菩萨位。贤是讲10住、10行、10回向等。三贤讲全位菩萨。圣呢，讲十地菩萨，从初地欢喜地到最后十地法云地，这叫十地菩萨，讲十地菩萨位。他们都要修无为法，是说修行人要无为而为，但有差别位，是一种方便的设定。实性不如实住，实住不如实行，实行不如实回向，实回向不如实地，以上推，这叫分别位。如果事项没差别，位就会乱，但实相要无为才能成菩萨。最后证明《金刚经》第17分佛陀所讲须菩提，菩萨能通达无我法者，是如来说明真实菩萨。要达到菩萨意境，贯通无有我等四相，也要断掉法等四相，这样才是真实菩萨。以上跟各位大德同修共勉之。序文。复理是智慧真言，真言第3篇，修行行深。所谓修行讲行深，行深就是深耕心性，如同我们挖井挖不过深，挖不到泉水。修行没有深耕心性，智慧的泉源就不会冒出。修行人不是只靠文字来死读苦背，借文字领悟心性，借纸指月，借文字悟经，不是苦读苦背。也就是说，一门深入。如果只在文字上苦读苦诵，如同鸡在吃稻壳，没吃到稻米。佛陀金刚21分讲一段话：须菩提，汝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是谤佛，不是解我说故。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解释，如来不是没说，也不会直说。如来是见机而说，不是随便说。佛陀有句名言：
我不说众生死于轮回上，我说众生死于文字上。那请问，你认为说文字对，还是不说文字对？不说众生根器不过，没办法有依圣人文字般若开发自己心性智慧。我说众生又依圣人文字执着不放。我们要记着，在佛教界这句执着是很厉害的，它会使你失去修行的方向。那要如何是好呢？本来您赞叹如来说法太棒了，反而在毁谤佛。为什么呢？佛陀心清清净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是说而不说。你说如来动念说法吗？是不是看不起佛陀吗？所以后段收尾时，佛陀讲一段话：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解释后段，说法者是因缘聚合，有一个人在说法，这是缘起所说法。缘起不执着，也叫缘起性空。他虽然讲经说法，但在他的法性是清净，这叫色空不二的道学，也叫做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是名说法。这是一个方便假名，这个名是方便的说，方便安利的。以上跟各位大德同修共勉之。序文。李氏智慧真言4篇。冠状病毒的可怕要如何处置呢？在2021年5月份，台湾县市进入疫情的严重感染，尤其台北及新北市、甚桃园市等，进入最恐慌、最可怕的严峻时期。一天平均都200多位得到冠状病毒。台湾空前的恐慌，使台湾进入最严峻的考验。首先，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冠状病毒。病毒它是有生命的。冠状病毒的敌人是谁呢？就是人类。为什么所有动物都不会感染冠状病毒呢？为什么是人呢？他对我们人类这么恨吗？对的，他对我们人类恨之入骨。去年2020年，冠状病毒发现，全世界最高明、最顶尖的医学、医疗科技，用1年时间发明疫苗。这病毒它也了解人类要消灭它，
就在短短1年时间不断的变种，不断拼命的跟我们人类对抗。人类没办法消灭它，甚至给世界带来的没办法估计的物资损失，甚至失去这么多可贵的生命。还染疫的人虽然有治好，但也终生遗憾，甚至埋藏病根。目前看起来，冠状病毒还没退掉的迹象，因为它已经等很久，已经找到机会，它全面反攻，我们叫做夜报现前，谁都没办法挡下来。在佛陀有一段故事，琉璃王要灭掉释家族的故事。起因有一天，琉璃王率一群兵队要去灭整个释家族人。当开始残杀过程是非常残忍的。神通第一目犍连去求佛陀救他们，佛陀摇摇头，没去救。目犍连用他神通第一的飞波，把500位善男子、善女人放在波中，用他的神通法飞跳过墙外。之后，目犍连想把500名善男子、善女人放出来，却全部变为一滩血水。目犍连很惊讶，就请问佛陀为何如此。佛陀就讲，过去几千年前，这个是家族地方办热闹，如同我们现在的庙会一样，地方大请客，族里有一个很大的池塘，族人把池塘水弄干，族人每个大小人都到池塘抓鱼，大小全部抓光。其中有一条在池塘旁，佛陀说，我走过，用小木棍小打3下，我的恶报也接受3天头痛。池塘那最大条转世当琉璃王，其余大小转世当士兵。因为琉璃王有来2次，都被我劝离，此次是第3次，以业报现前，我也没办法再阻挡了。这是2000多年前，当时佛陀一个公案。我们想想看，用我们慈悲心想想看，每一天空中飞的飞禽，地上走动的动物，水上游的水族鱼类，每天世界宰杀的几千亿只空中飞的鸟群，几千亿条水中游的鱼群，几千亿只地上走的动物。现在宰杀都是现代化机械宰杀，一天的宰杀量无法估计。动物它们只等人类安排，一只一只走上断头台。谁要救他们呢？谁要替他们发声呢？有谁能够帮忙他们呢？他们有家庭，他们有兄弟姐妹，他们有父母亲，
有谁能替他们讲话呢？这种悲惨，有谁能同情他们呢？只是重复的，一天一天的，到大卖场去买刚宰杀的新鲜肉类，各种不同刚被残忍宰杀的动物，他们被宰杀痛苦的时候，恐惧、发抖、无奈、惊慌，三更半夜面对这么残忍痛苦，没有谁能知道。人类只知利益，好吃、香肉、爱吃。我喜欢吃什么肉，什么肉用什么煮最好吃。而现今，当我们全世界遇到冠状病毒的反攻之时，人类才了解面对死亡的恐惧。让病毒被隔离的时候，谁都没办法看你，你最亲爱的家人也没办法接近你，甚至不幸面对最后死亡，也没人敢去接近你。也许您才会领悟这种现实悲剧，但人类还是没有真正了解反作用力的可怕，这是业力的反扑。祈求人类早日觉悟，真正忏悔，做回向功德给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早日解脱。恳求人类持戒吃斋，不要再杀生，不要再吃众生的肉。我们目前所有吃素，能替所有动物向人类求情，恳请您不要再宰杀动物，请您不要再吃他们的肉，鼓励人类吃斋。我们要跟全世界的动物互相尊重，共生共存，缔造和谐的未来。以上是2021年5月20日与大德共勉之，待续。复理是智慧真言，真言第5篇，自我内观。我们修行过程是要深耕心性，从哪里深耕呢？就是在行、住、坐、卧4威仪观察我们的动作。几个比喻，我坐着，不知不觉中我的脚就抖起来，这叫习惯。我在讲话，不知不觉我常会偏离主题，这叫讲话不专心。很多事我们在这4威仪所流入不雅观的动作，这都是这颗心不清净太繁所产生。为什么不清净呢？因它已经被覆盖了。六祖大师才说，如浮云覆盖于智，如同执着的意识去覆盖智慧，所以你已经自性功能失控了，没办法控制我们的行为。所有的一切行为
都是这颗心的作用。复杂心所流入事，叫做清净心做复杂事。为何呢？自性本自清净无染，这颗清净心永远不变的，只是暂时的覆盖，但本质也是清净呀。如果有一天风吹云散，这叫上下俱明，万象皆现，清净心就自然现出了，你就不会做懵懂事，你做什么事都会清清楚楚，这叫清净人做正见事。所以有句名言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你复杂心叫实心，做复杂事；心净心叫智慧心，所做的事是光明的事。我们长久以来都是用实心用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学的就是实。我们到学校去读书叫学识，不是学会。为什么呢？来到这个娑婆世间就是要生存，所以您要为生存就要去学专业知识。我们有一个清净无染般若智能，就被知识替代了。从此您的想法，您的做法完全变成众生用，也就是众生之见了。长沙禅师有句名言，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将来认识神。无始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解义，我们学道之人不了解真理实相，什么是叫黄金，什么叫铜，什么叫钻石，什么叫石头，什么叫自信，都在表象论相不清不楚，只为将来认识神。解义都认假为真，认贼为父，真理实相不了解，认那个实神，常节占用清净自信，每天实心用事，哪个我喜欢，哪个我不喜欢，认贪嗔痴那个人为真人。无始劫来生死本，解义6万年来生生死死，造罪造业轮回不尽，那个食神做根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痴就是黑暗无光，也就是不清不楚，害我们6万年来跑6道轮回，永不出苦海。意思说，把那个神识害我们6万年来痛苦深渊的人，当作您自己光明智慧的自信。以上跟各位大德同修共勉之。序文。复理是智慧真言，
箴言第6篇论10 4之1。痛苦叫恶魔，食神所造；快乐叫菩萨，智慧所造的。痛苦与快乐都是来自于这个心。这颗心生于两用，一个叫智慧，另一个叫知识。所以我们常说一心两用。六祖坛经忏悔品就有一段话：思量一切恶事，即生恶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。所以华严经才说，三界由心生，万法什么声音没有了？出来的。六祖大师在六祖坛经有句名言：心生种种法生， 5、8、6、7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。若于转处不留情，凡心永处那且定。解义：1、5、8、6、7果因转。5、8、6、7再讲80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那时第8阿赖耶识共80，前50讲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第60再讲潜意识，第70末那时讲身意识，第80阿赖耶识讲大藏识的意思。大藏识。那我们现在修行要因中转，6、7就是讲因，5、8就是讲果上转。为何6、7讲因中呢？第60指挥前50，因前50只是听命办事，所以佛教大智度论才有一句话：指此一根性分为6合成，一根要贯穿前面5根。如果没这一根，所有5根都没功用。为什么呢？在医学讲神经，神要经过，神没经过眼睛，眼睛看不到；神没有经过鼻子，那鼻子闻不到；神没经过耳朵，那耳朵听不到；神没经过舌头，你这嘴巴吃不知味道；神没经过你身体4肢百骸，你的筋骨不能动。一定要有神通过，透过一根的传达才有感官，前5根才有知觉，前50才有功用。简单讲，前5根是意，第6意根指挥前5根，第6根也就是指挥官，
那前5根看到什么，报给1根，所以我们常说的分别意识，意识分别前5识。为什么讲1根是前呢？比喻说，我看到一件东西，还是听到一句话，经过几天，人家同样问你，那件事或那句话你还记得吗？你会说，我忘记了，因我不在意，我没有放在心里。这是第6识的本质。那如果第7识呢？它就是身意识。比喻说，我看到一件事，我听到一句话，我看到这件事心很疼，我听到一句话心很痛，你放在心里永远不放。经过几十年，你对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，放不下。这叫做执着，放不开。也有人说，第7识叫执着识。我们盛唐陈理事常说，人生什么都会退化，唯有固执，执着不会退化，因为它深藏在第7识身意识里面。也有叫心意识，是认识的事。我们现在都是6、7识在造业，所有一切罪过错都是这2识造出来的。既然我们现在造业造罪，我们要从这2识下功夫。是认识的事。讲到前5识，是第43识。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它是听命传达，它的功用只是听命办事。造功与造罪，它没有自主权，它是被指导的。那前5识不是直接功用，才说果上转。讲到最后第8识，它是一个大常识。也有人讲说因果识，所有一生所造的功过都存在里面，如飞机的飞行记录器。这部飞机发生事故，大家都积极在捞飞行记录器。也人说黑盒子，所有出事状况都在记录器里面。那我们8识就是生平记录器，就如同人一生黑盒子一样。我们一生所造罪过错，或是功德福报，都存在里面。这叫自作自受，丝毫跑不掉。如果没修到，百岁年老到阎罗王那边去，到第一殿就看灭尽台呀，就是从你第8识再看的。8识只是存放的工具，等到百岁年老，它就直接转上去，这叫果上转。以上
跟各位大德同修共勉之。序文。读音那个识是认识那个识，意识那个识，他们念成第二声了，是第四声，是认识的是，意识的是。复理是智慧真言，真言第7篇，论识4之2。是呀，认识的是意识六的是。祖坛经机缘品论释第7。5867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。若于转处不留情，凡心永处那且定。解义。那且定。上次谈到5867果因转，今天再谈，但用名言无实性。若于转处不留情。2. 但用名言无实性。名言是圣人之言，是从圣人般若智慧领悟出来的，说出来，把其写成文字，叫经典，也叫文字般若。这些文字是大智者领悟出来的，不是一般人领悟出来的。所有文字或声音都是表象，它没有实性，所以说名言无实性。六祖大师与吴晋藏有一段对话，诗曰：无尽藏，字即不识，意即请问。尼曰：字尚不识，焉能会意？诗曰：诸佛庙里非观文字，也就是说，文字是一种助缘。比喻，我们喝茶，人间问您，茶香甘甜吗？您如何回答？是指以您心的知觉去让别人知道您的外缘声音所形容如何如何，但在听着时一点也没有感觉，还是您自己去拿茶来喝才有感觉。而当您自己喝下茶那一刹那感觉，那感觉实不是文字所能替代的。3. 若于转处不留情。转处也就是当下。六祖大师说，转识成智。我们常说，心念转个弯，生命无限宽，或说道路无限宽。因我们执着就卡住了，就转不动了。那要如何转呢？六祖大师在机缘品就有说，从80转4智，成所作智同圆镜，妙观察智见非功，平等性智心无病，大圆净智性清净，
何为80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莫那时、阿赖时为80。一、前50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转为成所作智。二、意识转为妙观察智。三、莫那时转为平等性智。阿赖耶识转为大圆净智，这叫80转4智。如何转呢？一、成所作智同圆净，前50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转为成所作智。因前50是受意指挥的，如果指挥官意识下达善的信号，就往善的走；如果恶的讯号，就往恶的走。前50要往善的走，一定要指挥官先转，前50才能转成所作智。成所作智意思就是协助成功，所有一切免轮回4生6道，能协助得到成功，最后的解脱，如同大圆净智一样圆满无缺。二、妙观察智见非功，意识要转为妙观察智。妙观察智叫菩萨智，它不是阿罗汉智。阿罗汉只是观空，所以阿罗汉才证到独觉，一切细微他观不到。阿罗汉还直空，才成颠倒。但菩萨呢？菩萨他所观的是空有不二，他观到一切天人，一切细微，他清清楚楚。因为菩萨所证到微细叫妙观察智，但他不会颠倒。为什么呢？所以六祖才接着说见非功，因有直功德相，这才能证到菩萨，才变成颠倒。没执着，才能得到大菩萨清净无碍。后学为了证明阿罗汉观不到一切细微事相，借《金刚经》离相寂灭第14分一段做说明。尔时须菩提，闻说是经，深解意趣，涕泪悲泣，而白佛言：昔有世尊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所有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解义，这段话是须菩提跟佛陀那么久，尤其听《金刚经》到第14分，才彻底了解
菩萨法大义，深解意趣。他须菩提很感动地说：稀奇少有的世尊，佛在说如是甚深经典。我从过去修佛法，修到现在所得到慧眼，叫阿罗汉眼，还没曾听过如是妙法经典。佛有5种眼：一肉眼，2天眼，3慧眼，4法眼，5佛眼。所以经中的慧眼说阿罗汉，法眼证道菩萨。所以话再说回到意识，要转妙观察智，才不会再颠倒了。阿罗汉还会颠倒，到菩萨来就不会颠倒了。各位大德，后学第6篇要义在讲，但有名言无实性，落于转处不留情，这2段，尤其讲到转处，使转智先转成所作智及妙观察智这2智以上，跟各位大德同修共勉之。序文。其中念那个识转识成智，那个识是认识辨识那个识。我认识你，你有没有认识我？那个识应该是第4声，念成第2声了。6识：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转8识成识智。8识是刚刚那6识，再加上末那识、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就像飞机的黑盒子，就是飞行记录器。心意识是指我们的阿赖耶识，然后是末那识，然后是前6识，8、7、6，用这样记才不会搞混。转8识成识智，6、7第6识、第7识是因因中先转，然后果是第5识、第8识，最后才会圆满。因中先转，然后果地才会圆满。修行从第6识、第7识下手。第6识就是眼耳鼻，第6识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识。前6识才叫做眼耳鼻舌身意识，第6识只有意识啊。那什么生出这6识呢？就是第7识意根，末那识意根。那怎么会有这7识呢？从第8识出来了。第8识就阿赖耶识，第8识是阿赖耶识，大藏识啊，含藏识啊，包含了含啊，藏东西那个藏啊，如来藏那个藏，也有念作藏，如来藏识。刚刚有念到大藏识，大藏经那个大藏，一般佛教都说叫如来藏识，含藏识啊，包含了含，大藏经的藏，含藏识。如来藏识啊，就是我们的自性已经有带有身口意的业力啊，所以修行要净化身口意的业力，要去十恶行十善，去除十恶行十善，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欺语、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贪不嗔不痴。这样就是类似儒家说的格物致知啊，革除贪嗔痴爱四心物，然后驱除身物，
这所以说修身养性啊，从格物致知下手，革除内在的贪嗔痴爱世心物不当的不正的念头，去除邪见啊、恶见啊，然后获得良知啊，天理流行，失意静静啊，天理流行，请大家做参考。感谢护前人慈悲，感谢各位经理慈悲，感谢王老师慈悲，感谢各位前学们慈悲。